大家好，我係傑特，繼續係星期六早場時間。今次要講嘅係《國寶》日本電影。2025年日本最大賣嘅真人電影，狂收86億。喺而家日本嘅電影界裏面，能夠收100億以上嘅呢，係只有漫畫改編嘅動畫電影，唔係動畫電影一定收㗎，係好限定某幾套先收到㗎咋，即係柯南啊、鬼滅啊、咒術啊嗰啲咁嘅 level 先得嘅啫。一套真人電影仲係要係咩？一副攞獎格嘅電影能夠收100億係好誇張嘅。咁香港追排到其上啦，咁一定要睇啦，3個鐘頭都幾金嘅。嗱，簡單講下劇情先。主角喜久雄咧係黑道之子，咁喺少年時代咧佢父親喺俾黑幫殺死咗，咁佢報仇不成就走着咗去咗大阪，跟隨好想識佢嘅歌舞伎半三郎，做咗佢入室弟子。喜久雄咧就同半三郎嘅兒子俊介一齊受教，兩個歌舞伎發燒友咧喺嚴師指導下成長，一生經歷風浪，最後都離唔開呢個舞台。嗱，套戲咧最初令我入場去睇嘅時候咧，最初開始咧就以為係《霸王別姬》嗰種格局，但係咧實際上係完全唔同嘅。《霸王別姬》咧，佢嘅其實咧就係以幾個京劇老官喺個亂世掙扎嘅愛恨情仇，佢嘅重點放咗喺叫咩？喺一個大時代裏邊。已經有幾個京劇人係面對住嗰種佢自己控制唔到嘅風浪裏面啊，點樣自處同埋即係 BL 嗰啲咁嘅嘢啦，詳細唔講啦。但係呢套戲咧就冇 BL 嘅完全，雖然排出嚟嘅陣容橫濱流星、吉澤亮都係會幾受歡迎，但係佢完全唔係呢類嘢嚟嘅。佢描寫就係咩啊？兩個充滿才能嘅歌舞伎少年。如何喺呢個咁保守、咁講求血緣嘅歌舞伎界裏面，不斷成長。佢唔係奮力向上爬，佢唔係想描寫佢唔係想描寫佢重點唔係想描寫喜久雄如何成為人間國寶，而係佢究竟點樣去努力，而係喺面對住自己本身唔係傳統嘅所謂歌舞伎世家嘅血統，同埋佢背負住黑道之子嘅身份嘅時候，要點樣喺呢個充滿保守歧視嘅圈子裏面繼續前進，而唔放棄歌舞伎。而俊介咧就係佢面對住就係佢自己好清楚自己才能比唔上喜久雄，佢受過挫敗，試過逃避，但係最後佢仍然翻去歌舞伎舞台上面。而最重點就係呢類片咧，好容易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俊介妒忌喜久雄而害佢，變成咗咩？一個反派正派，呢個最好描寫嘅。但係呢套戲完全唔係。喜久雄佢好坦白咁講，佢妒忌俊介，佢係歌舞伎血統，有佢呢個血統，甚至講喺佢第一次仲要演出時話：我想飲俊介血，因為我飲咗你血，我就有你血啦。而俊介就好妒忌喜久雄嘅才能。佢第一次佢半三郎受傷，半三郎就寧願揾喜久雄都唔揾自己嘅仔俊介去上台演出，佢好妒忌，但係佢從來冇諗過害佢。佢呢兩好友從來冇咁以傷害對方係令到自己更加好。甚至去到喜久雄自己都一身麻煩啦，因為佢冇咗，因為半三郎死咗之後咧，佢冇咗個靠山，冇人揾佢做主角啦。但佢依然好努力咁揾翻着咗草8年。唔係着袍咁難聽啦，私奔咗8年，唔知去咗邊度嘅俊介揾佢翻嚟，幫佢令佢上翻舞台。而當喜久雄追喜久雄走跑碼頭啦，墮落咗一段時間啦，翻嚟嘅時候，俊介都揾佢重新演一次佢嘅經典劇目《二人道成子》。兩個人去到最後都受挫折，最後都喺翻埋一齊。佢想描寫嘅就係呢兩個人嘅友情。佢兩個好明白就係佢哋羨慕對方、妒忌對方嘅嘢，唔係佢即係唔係話對方想嘅，即係俊介咁樣，佢血統唔係佢想要嘅，唔係佢可以控制到嘅。至於喜久雄嘅才華，亦都唔係俊介，亦都唔係佢自己可以控制到嘅。佢能夠做嘅嘢就咩啊？喺自己能夠做到嘅領域裏邊，盡量努力。好似係喜久雄咁樣，俾人揭穿咗佢有私生子，佢有唔係私生女啊？佢有背脊有紋身，佢係黑道之子，佢墮落到咩啊？
喺全國各地嗰啲小旅館啊，嗰啲咩宴會裏面做表演歌舞伎去維生跑碼頭，但佢依然冇放棄到歌舞伎，依然係繼續努力，甚至去到咩最即係叫做最失意、最墮落、近乎崩潰嘅時候，佢繼續練舞，就係因為呢種叫做咩歌舞伎痴啊，終於前一代嘅人間國寶曼谷喺佢臨死之前，佢想翻起呢個少年，想翻起呢個人，揾佢翻嚟，令佢承繼咗曼谷嘅人間國寶類型嘅地位。類型啊，所謂類型就係演，即係叫喺京劇裏面就係旦角，專門演女角嘅。套劇裏面咧，演有一段咧係俾我嗱，我冇睇小説，佢原本咩小説嚟嘅？吉田修一嘅小説，我就冇睇小説，就唔知佢點啦。但係喺電影裏面，第一次俊介同喜久雄嘅女朋友春江睇咗喜久雄演真根其心中嘅時候，兩個真係崩潰，然後即場私奔。喺佢裏面咧，春江嘅描寫唔多嘅，淨係描寫一段就係喜久雄向春江求婚嘅時候，阿春江逃避咗。阿春江講話就係我想做你嘅 fans， 但係我自己咁睇啦。阿春江其實就咩？覺得就係我如果去跟住你嘅話咧，會影響你嘅才能。你唔應該俾我去綁住你嘅。當佢去見到喜久雄真係發光發熱嘅時候，佢更加加深咗呢個諗法，就係我如果真係同你一齊嘅話咧，係會破壞咗你人間國寶呢個未來嘅。所以我同樣係失意，同一受過打擊，同一配你唔起嘅俊介一齊私奔。最後佢兩個就經歷8年嘅失意之後，俾喜久雄揾佢翻嚟，然後重新走翻上舞台上面。至於俊介，佢相比起真係完全係徹底地嘅歌舞伎痴嘅喜久雄，佢有啲輕浮，但係佢對歌舞伎演出係真誠嘅。甚至去到中年嘅時候，佢患咗糖尿病，鋸咗一隻腳，但係佢依然要演出，而且佢演出嘅戲就係當年令佢一度崩潰嘅真根其心中，甚至去到差唔多死喺舞台上面。佢目的唔係話要超越喜久雄，而係當年我做唔到嘅嘢，我做翻出嚟，證明俾死咗嘅父親係半山王知道，就係你當年揾唔到，你當年認為我做唔到嘅嘢，我而家做俾你睇啦。甚至佢覺得就咩啊？呢個真根其心中係要好過當年嘅喜久雄啊！即係佢而家你唔知啦，但係佢證明一樣就係自尊啊，即係叫做係俊介自尊，唔係話單純地話好我用一個更加比較深嘅講法，就係佢要利用呢一次呢個臨死前嘅演出，去證明到佢已經唔再係當時被喜久雄嘅演出打敗，喺大堂喊嗰個少年。成套戲最大主線就係呢兩個歌舞伎痴喺藝海浮沉，去最後喜久雄成為咗人間國寶啦。但係咁又點呢？呢個時候咧就終於開始咗成套戲另一個主線，就係喜久雄喺訪問裏面俾佢重遇翻佢當年嘅師生女啊，問佢就係你做咗人間國寶之後，你想見到啲咩嘢？喜久雄諗咗一陣就係我想睇翻個風景，我好難形容個咩風景。喜久雄話，而喜久雄所睇風景其實係當年少年時候去睇人間國寶曼谷演嘅路娘。當時佢見到已經係人間國寶嘅路娘嘅演出，佢講咗句簡直係怪物。而阿俊介就話係佢係怪物，係一個美麗嘅怪物。而呢個印象咧衝擊咗喜久雄，亦都改變咗佢一生。佢鍾情歌舞伎，同俊介唔同。俊介嗰種咧就叫做咩？我係呢個血，我係半三郎嘅兒子，我係歌舞伎兒子，我喜歡歌舞伎，我有責任去要延續歌舞伎嘅傳統。但係喜久雄唔係咁，佢冇呢種咁嘅感覺啊！佢就更加偏向就係咩啊？當年震撼咗喜久雄嘅路娘嘅當時人間國寶曼谷喺舞台上面，佢睇到嘅係咩風景咧？呢個佢令我想起咧井上雄彥漫畫《浪客行》裏面宮本武藏講話就係天下無雙係點嘅樣咧？即係天下無雙嘅眼睇到嘅嘢係點嘅世界咧？喺浪客行裏面，宮本武藏一直嘅心結就係佢父親無二齋話：你唔係天下無雙，
你知係天下無雙個仔。而呢句説話令到武藏一直想就係咩？我爸爸半夜無義齋，我睇到個世界係點嘅樣呢？而呢個世界就係咩？爬到頂點嘅世界。而喺國寶裏面，喜九雄就係想呢樣嘢，就係當年曼谷喺舞台上面演老娘，佢睇到個世界係點嘅樣呢？終於去最後啦，老啦，佢再一次佢以人間好身份演出老娘，佢終於喺佢舞台上面睇到當年曼谷演嗰個風景，一個站喺頂點藝術家裏面睇到個風景。嗱，成套戲咧就橫跨數十年嘅，由開頭少年時代僆仔時嘅喜九雄1967年，去到佢封咗人間國寶2014年，套咁做橫跨嘅時間咧，一定係高成本㗎啦，因為服裝啊、佈景嗰啲嘢咧就一定好誇張㗎啦。尤其是舞台方面，因為你要去到嘅咩，連嗰班真正嘅歌舞伎老官名伶，全部都覺得係咩？讚不絕口嘅，你唔可以馬虎。不論係演員嘅演出、舞台設計、演技、kick cut 嘢，都係做最好嘅。而家好嘅程度去到咩？連我一個完全唔識乜嘢歌舞伎嘅人，睇老娘喺真根其心中睇二人半城子都會震撼到嘅。你係去尤其是咧睇喜九雄演二人真根其心中嘅時候咧，係你會明白到點解進教即場崩潰嘅嗰種味咧，係去到一個就係令你毛骨悚然啊！你驚你心寒嘅地步啊！佢就係做到嗰種靚法，呢一點咧真係我覺得係佢真係做得好好，亦都唔怪得就係咁多電影老官同埋咁多日本人電影老官讚不絕口，亦都咁多日本人咧因為呢套戲重新翻回舞台睇歌舞伎。即係我覺得淨係呢，我覺得比起其他嘢咧，令到歌舞伎更加重新受到重視咧，呢點咧先係最大嘅功德。演員方面，吉澤亮我識佢嗰時咧係無名超人科蛇，佢演技真係好好。佢好演咗一個叫做咩？唔識點樣表達自己，曾經迷茫，曾經失落，曾經墮落，甚至為咗上舞台做個角色而去誘騙咗一個歌舞伎一個大老官嘅女，嗰種軟弱，但係又既堅強又軟弱嘅歌舞伎歌舞伎演員嘅一個嘅形象。至於橫濱流星咧，佢比較簡單嘅角色，就典型嗰啲咩啊？老豆二世祖嘅形象，但係佢都好努力嘅二世祖。佢尤其是佢演擊沉嗰幕咧，我幾欣賞就係佢第一次就係佢嗰種打敗唔係因為妒忌嘅，佢清楚就係佢自己永遠追唔到喜九雄嗰一幕，我其實係震撼到嘅，係好理解到就係同埋去到最後佢斷咗隻腳，即係腳肢啊，糖尿病腳肢喺舞台上拼盡最後一口氣都要演落去，嗰個係令人動容嘅。至於女演員方面，呢套戲係花樽嚟啫。佢演喜九雄嗰個張子嗰個深色菜咧，佢最初咧就純粹係叫做咩啊？中意喜九雄靚仔，咁冇辦法啦，吉澤亮啊嘛。但係之後喜九雄周圍跑碼頭窮酸啦，佢依然不離不棄，去最後都就要一齊。依然嗰 part 幾好睇嘅。至於高田充希演嘅春江咧，戲份唔係好多，佢就係要典型嘅青梅竹馬咯。不過呢套戲都係花樽嘅啫，呢套係真係男人片嚟嘅。你睇渡邊謙啊，睇橫濱流星啊，睇吉澤亮嘅。嗱，套戲收86億係完全冇問題，可以話合理，亦都可以唔合理。合理就係呢套片絕對值得收咁嘅價票房，唔合理就係套片3個鐘嘅。3個鐘片已經播得唔多㗎，仲收咁多，我覺得好誇張件事嚟嘅。至於攞唔攞到奧斯卡咧，就兩睇，因為咧奧斯卡咧佢會偏向選一啲叫咩紀實片啊、傳記片嗰類。呢度就唔係傳記片，但係文學片嚟嘅。但佢就咧完全反映日本文化，每一格都靚，係啊，真係可以用㗎嘛，就係人靚、樣靚、畫面靚、服裝靚、舞台靚、拍攝靚，無懈可擊，每一格都可以出做嗰個 paper 嘅。呢啲咁嘅片咧，係奧斯嘅要入奧斯卡，我覺得絕對夠格。但係攞唔攞到獎咧，就真係睇下嗰個評審啦。我覺得好大機會攞到，但係唔敢下，因為鬼佬識唔識欣賞係問題㗎。雖然套片裏面有解説，但係好多鬼佬未必明嘅嘢啊，
甚至連嗰啲譬如比較熟悉日本文化人都會比較唔明，更加何況鬼佬。所以咧，呢個我覺得係比較危險嘅。但係好冇危唔危險都好，唔重要。最緊要就係套戲真係好好睇。今年嚟講，如果今年要揀套戲嘅講咧，呢套暫時嚟講係呢套。咁仲有2個月唔敢講啦，但係呢套我覺得絕對好睇嘅，非常精彩，絕對值得入去。好啊，咁今集到此為止啦。之後咧就到10月咧就應該係火與灰嘅，同埋我而家想睇翻魔法賣女巫，但係第一集我冇睇過，咁直至第2集好唔好咧？不過呢個睇下點先啦。好，咁今日到此為止，下一集再見，拜拜。